各位觀眾你好，今日請得九巴公司嘅代表施先生為我哋解答觀眾嘅來信。施先生，有位觀眾寫信嚟話，佢覺得九巴公司同埋市民之間嘅溝通渠道咧就唔係好足夠，希望你哋可以改善一下。首先我要多謝呢位觀眾咧，對我哋服務咧係關注嘅。咁其實九龍巴士公司咧喺收集市民嘅意見嘅渠道方面咧，其實係分好多方面嘅。例如喺83年嘅，我哋成立咗一個乘客詢問熱線啦。咁市民可以打電話入嚟咧，係查詢巴士路線嘅資料。與此嘅同時，亦都可以咧係將佢嘅意見咧係講俾我哋嘅同事聽嘅。咁啲意見收集咗之後，亦都會轉俾各有關嘅部門嘅。咁就喺舊年，我哋成立咗2個九巴嘅服務站啦，分別係喺藍田匯景商場啦，同埋喺沙田嘅新城市廣場嘅。咁就與此嘅同時，乘客亦都可以咧將佢嘅意見用書面嘅形式咧係寄俾我哋嘅。咁另外咧喺各區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會有代表咧係出席各個區議會嘅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嘅例會嘅。咁就同時有個別嘅區議員咧，佢哋會舉辦一啲叫做居民諮詢大會啦。咁喺呢場合咧，我哋亦都會派同事出席啦，去解答居民啦對巴士服務嘅意見啦，同埋咧收集一啲居民嘅意願，咁就翻嚟咧交翻俾公司各有關嘅部門去研究嘅。聽講你哋咧會舉辦一個叫做九巴直播室喎，個詳情係點樣啊？九巴直播室咧其實係一部空調嘅巴士啦。咁我哋將上層啦係改裝成為一個會客室啦。咁呢部九巴直播室嘅巴士咧，每日係會行走唔同嘅路線嘅。咁我哋會主動咧去邀請一啲乘客咧係對我哋嘅服務咧俾啲意見啦，同埋我哋會收集咗佢哋意見之後咧，就係翻去研究嘅。有位觀眾想知道九巴公司有冇向空調巴士係做過意見調查呢？其實我哋公司嘅策劃市場拓展部咧係經常有做一啲市民嘅意見調查嘅。咁就喺92年尾咧，我哋更加係委託咗城市理工嘅統計及運籌學系啦，係以一個獨立團體嘅形式咧係做咗一次乘客咧對空調巴士嘅意見調查嘅。咁個報告書咧已經喺1月18號咧發表咗㗎啦。咁我哋已經將個報告書咧係送交咗咧各有關嘅區議會嘅。咁而呢個調查結果咧，我哋會係作為咧我哋日後咧發展空調巴士嘅政策嘅一個指標嘅。咁個調查結果係點樣㗎？喺調查結果顯示咧，就喺現時使用緊空調巴士嘅乘客咧，係如果喺現有嘅空調巴士收費嘅標準情形之下咧，佢仍然係強烈渴望咧佢哋使用嘅巴士線咧係有空調車嘅。咁而且咧大部分咧係唔願意咧係再轉翻成咧係普通嘅雙層巴士嘅。咁其中7成嘅被訪者咧就希望咧空調巴士喺混合路線嗰啲情形之下咧，空調巴士同埋非空調巴士嘅比例咧就係一半一半嘅。咁至於票價方面咧，就我哋發覺大部分嘅個結果咧，係大部分乘客都認為咧係如果個兩者嘅差幅咧係唔超過40%咧，就係可以接受嘅。咁九巴公司對於呢個調查結果有啲咩睇法咧？正如啱我所講啦，就我哋對個結果咧，我哋係會做一個以後我哋發展嘅指標嘅。咁喺嚟緊，我哋已經有計劃喺嚟緊嘅票價加價嗰陣時咧，我哋就唔會係凍結一部分空調巴士嘅票價嘅。最後有位觀眾想知道，九巴公司會唔會向高齡人士提供優惠票價呢？九巴已經決定咗對高齡人士咧提供票價上嘅優惠㗎啦。咁我哋工作小組同運輸署咧，現時嚟講係仲磋商緊一啲細則。咁當呢個細則咧係全部解決咗之後咧，我哋就會盡快公佈咧同埋實施㗎。多謝李施先生。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歡迎寫信嚟九龍中央郵箱70200號，奉告節目主持人收。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